唔講唔知，點解指甲剪咗之後仲會再生返呢？小朋友們，你哋有冇發現，當我哋指甲剪完之後，過一陣佢又會生返出嚟啊？點解指甲會一直長，剪極都剪唔完嘅呢？原來我哋嘅指甲係由一種叫做角蛋白嘅物質組成嘅，而呢一種嘅物質都存在喺我哋嘅頭髮㗎。指甲咧，其實係指甲根部慢慢生出嚟嘅，就好似工廠一樣，不停咁樣製造一啲新指甲。而指甲生長速度咧，會受到年齡啦、季節同埋身體嘅狀況影響嘅。一般嚟講，夏天咧就生得比冬天快，小朋友嘅指甲咧都生得比大人快嘅。不過指甲咧就唔好似我哋皮膚同埋內臟一樣嘅感覺神經，所以咧剪指甲就唔會痛。但係如果剪得太短，剪到側邊嘅肉就會覺得痛，甚至出血㗎啦。所以指甲會一直生，係因為佢由角蛋白組成，而指甲根不停咁樣生長。所以你哋記得要定期修剪，保持整潔，先唔會藏喺啲污垢入邊，亦都更加舒服靚啦。想聽更多故事，可以致電27178899，按2，又或者喺 YouTube 搜尋小樹窿電台 Podcast 頻道重溫。拜拜。